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。 骗你的啦！大只有亲像囡仔干一款。亲像囡仔有啥物唔好啊？天真可爱，人人疼呢。哈，哪有人囡仔亲像你啊？哈尼个皮。只会当人互你欢喜哦，皮淡薄什么要紧啊？来，关帝君，你还会记我袂？我俊英啦，阿姨秋萍啦，我伫遮吼，求你甲阮保庇，保庇阮两个会当早日结婚，啊伫遮吼，互阮生足济囡仔，啊到时阵我就会带着阮足济囡仔来遮甲你行愿。秋萍，秋萍，你哪伫哭啦？秋萍，你莫哭啊啦！ 你跟我来高雄好无？有你伫我身躯边，我一定搁较认真咧拍拼。等咱若安定落来，我才可劝阿爸甲阿母搬来甲咱斗阵住。到时阵咱一家伙就会当免搁分开啊，好无？秋萍，跟我来啦！我逐工吼拢会人互你笑嘻嘻。俊怡，你会当安尼讲，我是会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有足些代志，毋是讲咱想要来做，就会当安尼做。我了解你的意思啦。行，咱即马就转来，请阿爸甲母答应来。秋萍，你莫想我济啊啦！我即阵转来，我就已经决定啊，我一定要带你走。也毋过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好甲咱参详，好毋？ 竟然有这款代志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敢会是大目啊，还是来顺？我唔是啦，我有甲伊问过啊。这到底是啥人啊？阿爸，无要紧啦，加是到时阵伊若要来讨钱，咱才甲钱还伊就好啊。安尼嘛好。阿爸，关系我和秋萍要去高雄的代志，真的啊？哈叔讲，你若是要转来看阮吼，我是真欢喜啦。啊，你若是要讲这有诶无咯，你上好先莫惹我生气。阿爸，你毋是一直叫我莫辜负秋萍，你毋是讲叫我一年了后爱转来带秋萍，讲我即摆要照你的话，想要好好照顾秋萍，安尼也有毋对哦。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。啊，你嘛替你母爱立场想法卖。我知影你是毋甘秋萍离开啦，也毋过我嘛甲你讲过啊，只要我公司若稳定了后，我就请恁过来遐住。到时阵咱规家伙就会当做伙啊！阿母，你答应阮好无？我看恁好我参详者，我一个衫也袂洗，我先来洗洗你。阿母，啊，你著爱讲几摆你来跳舞啦？恁阿母就是遐都市啊，倒袂管事啦。啊，你若是有才调，你著搬转来。敢讲这增加互你下去互你枵死是无？啊？阿爸，这，你莫搁再讲啊，好毋？秋萍，你知影我毋是一个不好的人。我嘛是听讲要这阿母生气啦，也毋过为着咱的将来，我袂当失去任何一摆机会去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甲因讲。我袂用答应。秋萍，秋萍，阿爸，我知影我以前较毋捌代志啊，我个性倔强，我若想要创啥，我就创啥。我承认以前是我对不起你。也毋过即摆无共款呢，即摆我是为着秋萍，我实在不甘看秋萍吼过着无快乐的日子啦。搁再讲，即摆秋萍伊也无头路啊。好啊啦，你莫搁讲我阿某，哈？你安尼毋是拆散因母仔囝的感情，而且哦，秋萍是遮尔单纯，我嘛袂放心啦。假使讲你若要互我加活几年后，你上好莫搁再讲啊啦。好啦，阿爸，你莫生气啊，我莫搁再讲啊。
要毋过我请你较冷静，我听我讲一句话就好了。如果你若肯答应，互我带秋萍走，毋管我公司做了安怎，1年了后，我一定搬倒来厝大，安尼好无？你是要叫我喊哪样做人？阿爸，毋管安怎，即摆我一定要带秋萍走。你真是要带秋萍走？安尼好，你若真是要带秋萍走，你可莫想住我是你的老爸。阿爸，阿爸，你若唔答应，我就永远袂当去上班啦。外口的风头，入来免坐啦。你来，我无想要看。别啰嗦了。我这世人，做娘的也毋捌对我遮好过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啊，风头烧满了，较袂去感冒。我承认我以前是有够放荡，也毋过我即摆是诚心诚意，要认真打拼，阮兜所有的人，甲秋萍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为什么因大家都毋肯相信我？为什么因连一个机会都毋肯予我？秋萍，妈答应予你较准用去，啊，毋过你爱答应妈妈，好好照顾你家己。我家己已经受痛啊，我真正袂甲准用同齐去。讲吵囡仔，妈知影你的个性，妈若无答应你，你绝对袂去。也毋过妈妈受痛啊。我总有一天爱离开你，我袂当照顾你一世人啊！秋萍，听妈妈话，每一个人拢有权利好追求家己幸福的生活。妈妈袂当去束缚你，妈妈只希望你，若去到遐，若有受到什么委屈，你来转来甲妈妈讲，妈妈真了解你的个性。你若有啥物艰苦，拢家己吞落去，拢唔肯讲。妈妈就唔甘你去受委屈的，你知无？妈，
伊不通放袂来心内。来顺啊，你来遮啦！我拄啊去大马车遐休息，都无看到你啊。我知影你会经过遮，我专门伫遮等你。等你嘛拜托咧，高雄离遮遮尔近着，你会当定来遐佚佗啊？会啦，若有其他演出，我会去找你。无代志啊，我要走啊。来孙，你放心，有闲我会常常倒转来。阿哥，请麻烦你多多照顾。会啦，我保重。秋萍，咱来走啦。嗯。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。嘿嘿，我看你无闲规早起搁这欢喜，啊是你的初恋情人要来信。嘿嘿，歹势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我毋是啥物吼初恋的情人要来，因为吼你熟悉迄个秋萍还无较久。我甲你讲，迄秋萍的人毋是我家只臭蛋，迄做人偌好，你知影无？你若熟悉较久吼，你就知讲我是安那会遮欢喜啦。我相信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啊，毋过我嘛希望伊做代志哦，嘛会互学咯。啊，无啦无啦，无影咯，是心意啊，这点哦，你得多多甲伊指教啦。我哪敢？我甲伊教我吼，安怎互恁这个查甫才疼痛？啊，无影咯，无影咯，嘿，啊，这方面哦，你算高手，你敢知影？哎呦，我毋知讲你人这客气，安尼吼，互我听会落心，会落心。真的？嗯。我哪拢无讲过。哎呦，你哪会讲安尼？啊，你知我家婿啊吼，会人较鄙视，啊，无啥黑白干，安尼放电啦。家婿，我唔知影吼，你搁遮滋味呢。足希望有一天哦，会当去互你电着。心意，你讲出款的哦，你知影，我家婿人哦，对感情哦，足敏感的啊，足脆弱安尼。你安尼一个讲哦，我真正好你顶着，你敢知啦？家婿，秋萍哦。我想你是我偌好，你知影无？家婿，你好无？我家婿，你即摆是创啥？啊，无，啊，你大家拢熟悉，都熟悉，我免介绍啦，我免介绍啦，哈。啊，无。秋萍，你好，田秘书你好。家婿，啥物啦？你咧叫我哦？秋萍的位咧，啊，这个啊，秋萍，毋是我家婿咧臭干，我知你要来了后，你看嘛，你别讲对啊，我规日拢甲你整理啊好势啦。家婿，多谢你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对，这人哦最重要，一束花，内底无啥名，爱无你的人，要善你的啦。家婿，你今日真奇怪呢，你若无正常尔，而且你搁反常呢。敢无？
俊阳，秋萍今仔来，我真欢喜。要永安吼，我请大家食饭啦。免啦，互你请歹势啦。莫安尼讲啦，等食饱了后吼，我甲带秋萍去买几领较适合的衫，啊无以后甲客户见面总袂用穿安尼嘛。对，我来大家讲吼，因为吼，阮心仪吼，伊对查某人的一款物件吼较熟啦，啊无食饭饱了吼，叫心仪带秋萍吼去洗洗，好无？请你唔通放袂记，我的一生只有你在心。这菜好食无？有啊，真好食，真多谢你。对啦。来，我开啦。秋萍，我开尝尝吼。啊。这台厝要第一个哦。俊阳，真歹势哦。秋萍第一天上班，我应该教伊足侪代志的，啊，毋过明仔载我有足重要的代志，想要甲你请教一工。是啥物重要的代志啊？爱阮甲你斗相共无？嘛无啥啦，是我的厝主吼，伊讲伊后生要娶新妇，所以厝要收转去，无要做我。无啦，啊你厝面打做尔，啊咱哪有这款厝主啦？我本来嘛足生气的啊，啊，毋过我想想的，人娶新妇嘛是好代志啊，无要紧啦，我搁找就好啊。我叫你当时搬走。讲3工。现在，小伟啊，叫你3工搬走，哎，这嘛足苦呢，这啦哈。所以我才去要找啊，无要紧啦，你唔免替我烦恼啦。对了，规气咱安尼啦，咱两个租间吼，啊都有3间房间，对不对？啊无，咱两个吼客一间，啊剩2间吼，另外1间吼互秋萍，啊1间互心仪，安尼好无？安尼，敢会甲恁伤麻烦哈？不用紧啦，咱大家拢已经是同事啊，大家当住伫，嘛是足好的，当互相照顾，对吧？心仪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这较早无甲你讲的，讲哦，秋萍的心肝哦有够善良的啦。知啦，我一看吼，就知影秋萍是一个足善良的查某囡仔。你唔讲啥嘛？心仪啊，等明仔载开始吼，咱两个得当同居啊，对无？是啊，给赛哥。啉咖啡啦。俊怡，你看这恤衫有水无？两束拢真水啦，也毋过吼，我嘛是较介意你即马穿这束，你明仔载就穿这束去上班。好啊，我嘛是较介意这束。这张秘书吼，拣衫才真有眼光啦。无啦，啊，我是讲，不用紧啦，你毋免搁再甲伊说啊。其实心怡姐啊，伊本来就是足有眼光的。以前是做服装的啦，所以伊当然较会拣衫啦。那安尼你以前嘛是做服装的，你是安怎袂替我拣？你莫甲我闹开啦！你查某囡仔的衫，我要哪样拣啦？好啊啦，咱紧整理咧。我都转来。哎，免换啦，非得我伫要整理好啊。我较爱看你穿安尼。紧整理。我管好，我来斗3工哈。啊。秋莲，娘，这查某生了水，查甫又搁生了缘投，真是天生的一对。你啊，袂见笑啦，我有家己学你家己缘投。啊，无你讲，我生了缘投。我敢是袂讲，你真是不爱讲？不爱讲就是不爱讲。我可能爱你讲，你要讲无？爱讲无？要讲无？你讲就我讲。你别骗我哦。你啊，生做真缘投，也毋过。也毋过安怎？